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詩篇第110篇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面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詩篇第110篇嘅標題係大衛的詩，由詩篇第108篇所啟示嘅福音遍傳，萬國得救，以至以色列嘅復國，再到咗詩篇109篇顯示以色列係進入咗耶利米書30章所講嘅受苦時期，稱為雅各遭難嘅日子，就係末世嘅大災難。到咗詩篇110篇，就係天上嘅彌賽亞主耶穌基督佢親自降臨進行拯救嘅情形，係一個完整嘅系列。本篇係大衛被聖靈感動之下，預言咗彌賽亞主耶穌基督係升天坐喺神嘅右邊，成為咗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，成為咗以色列佢哋嘅永恆嘅大祭司，並且佢將要嚟喺地上邊係作得勝仇敵之主。喺新約聖經裏邊，主耶穌基督亦都親自引用過本篇詩篇嘅經文。喺馬太福音22章44至45節，主對我主說：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把你的仇敵放在你腳下。大衛既稱他為主，他怎麼又是大衛的後裔呢？而另外我哋可能會較少留意到喺新約傳書裏邊都係引用過本篇，包括主耶穌基督升天坐喺神嘅右邊，一切嘅仇敵作佢嘅腳凳，同埋係佢以麥基洗德嘅等次係永遠作為祭司，呢幾方面嘅內容總共係引用咗28次之多。本篇顯然係一首預言彌賽亞嘅詩篇。大衛清楚咁描述咗基督嘅身份嘅3方面，全詩係分為3段。第一段1至3節，預言基督係榮耀嘅王。詩篇第110篇1節，耶和華對我主說：你坐在我的右邊，等我使你仇敵作你的腳凳。基督乃係坐喺神嘅右邊，係得榮耀嘅嗰一位，而且佢係將要再來到地上，成為掌管宇宙權柄嘅榮耀嘅嗰一位。喺詩篇110篇2節，耶和華必使你從錫安伸出你能力的權杖，你務要在仇敵中掌權。詩篇110篇3節，你在聖山上，聖山上或者譯做聖潔嘅裝飾中掌權的日子，你的子民必甘心跟隨。你的子民必甘心跟隨，喺70士譯本係譯做你必有王子的尊嚴。從晨曦初現，你就有清晨的甘露。清晨原文亦都可以翻譯成青春嘅意思。喺呢句嘅經文裏邊可以有2個翻譯嘅方式。第一個係指到主耶穌基督復活嘅生命，就係話喺你聖潔嘅裝飾當中，即係佢復活嘅狀態、掌權嘅日子，你必有王子嘅尊嚴。從晨曦嘅初現，你就有青春嘅甘露，意思就係你有永恆不變嘅復活嘅生命。呢個係凸顯咗主耶穌基督復活嘅新生命，係人類從來係未曾經歷過嘅。而第2個翻譯嘅方式，就係話喺你嘅聖山上邊就係耶路撒冷，掌權嘅日子就係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，然後聖靈降臨嘅日子。你嘅子民必甘心跟隨，就係新約嘅教會。因為新約教會係口裏承認、心裏相信主，接受主耶穌基督作為救主嘅甘心跟隨嘅子民。從晨曦初現，就係從教會成立、聖靈降臨嘅嗰一日開始，你就有清晨的甘露。清晨嘅甘露係得救嘅人，到時好似清晨嘅露水咁樣，自然而然咁生出嚟，充滿咗遍地。一般嘅解經家都會傾向於係以上第2個解釋，就係指到主耶穌基督嘅地上面嘅教會，就係我哋成為咗跟從佢嘅精兵，為佢打那美好嘅仗，好似清晨嘅露水有聖潔嘅新生命，亦都好似清晨嘅露水係為數眾多。願意我哋都係能夠為主所用，以聖潔嘅行為作為裝飾，彰顯佢聖潔嘅性情同埋一切嘅美德，而且係甘心樂意去犧牲自己，背起自己嘅十字架去跟隨主耶穌基督去爭戰。第2段係第4節，預言基督係永遠嘅祭司。耶和華起了誓，絕不改變。你是照着麥基洗德的體系永遠為祭司。基督乃係至高神嘅祭司，就好似創世記14章18節撒冷王麥基洗德一樣，佢係喺耶路撒冷嘅至高神嘅祭司，佢既係祭司，亦都係王。同主耶穌基督一樣，主耶穌基督都係既係祭司，亦都係王。呢個身份對於將來要歸順主耶穌基督嘅以色列人係尤為重要，因為咁樣先至能夠圓滿咗神與佢哋所立嘅約，並且佢係一位仁慈嘅祭司，佢能夠體恤我哋嘅軟弱。希伯來書4章16節，所以我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座前，為要得憐恤，蒙恩惠，作隨時嘅幫助。
喺第3段5至第7節係預言基督係得勝嘅主。詩篇110篇5節，在你右邊的主，呢度呢個主係對神嘅稱呼嚟嘅。當他發怒的日子，必打傷列王。啟示錄19章15節，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，可以擊殺列國。他必用鐵杖轄管他們，並要踩全能神烈怒的酒醡。基督係按住神嘅公義向列國發怒，喺地上嘅最後嘅爭戰當中，必打傷列王。呢件事係會喺基督再來嘅時候，稱為雅各遭難嘅日子。當列國圍攻耶路撒冷，喺啟示66章16節嗰度所提到嘅哈米吉多頓大戰嘅時候會應驗嘅。到佢再臨嘅時候，仇敵都要臣服於佢。詩篇110篇1節，使你的仇敵作你的腳凳，就係呢個意思。詩篇110篇7節，他要喝路旁的河水，因此必抬起頭來。呢度所指嘅路旁嘅河水，好可能係指到喺以西結書47章所預言嘅從聖殿流出嚟嘅水。以西結書47章9節，這兩條河所到之處，凡滋生的動物都必存活。這水流到那裏，使那裏的水變淡，因此裏面有極多的魚。這河水所到之處，百物都必存活。因為預料喺雅各遭難嘅日子，呢個末世大災難嘅時期，核子戰爭係已經爆發過，地上面嘅污染已經令所有仍然存在嘅生物係難以生存，所以係極需要有呢兩條嘅生命河進行醫治大地同埋維持生命、繁衍生命，去發揮呢個功效。聖殿流出嚟嘅水成為咗生命河嘅活水，有醫治嘅大能，並且能夠更新生命。喝水的人都能抬起頭來，係神預先應許咗仍然喺大災難時期裏邊嘅人，佢將會施行出嚟嘅一個重要嘅神蹟。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，並且都必會到來。今天我哋能夠喺太平平安度日嘅日子，相信並且接受主耶穌基督嘅救恩，不但能夠免除所要嚟嘅災難，並且能夠與主耶穌基督一同作王。呢個係何等大嘅榮耀，係何等大嘅福氣呢？我哋更應該趁着白日作那差我哋來者嘅主耶穌基督嘅工，讓更多嘅人得着福音嘅好處，直到見主耶穌基督嘅面嘅嗰一天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